这届风台扫过西南沿海经济部统计有33个供电场受到损害，大约是算长0.4%。环境部是指出讲，嘉义县上严重，有114000片的供电棒歹去，业者就要依法来回收。因为有一寡是气电强生所以嘛要检验气温的水质。有部分因为背景质的敏较悬超标，也毋过其他大部分是拢搁合标准。 欠水池顶的供电棒，互风吹到外国去窜。但那些风台带来17级的强风，为家己布地定律，也互家己新份供电案场受损严重。经济部统计，全台有33个案场受损，占总设置量的0.4%。供电棒会这么严重扭曲，实在是风力伤强。 它有一些扭曲的部分，它是随着风向的部分来做一个扭曲。那这个案场也是在我们台风登陆的这个附近，我们都必须要再精进我们的韧性的这个作为。 水面向供电棒损坏，环境部指出，家己上严重基础是台南，合计2800栋，这个塑胶废弃物爱回收处理。不过环境部指出，受损供电棒并不是有毒的废弃物，实际检测水质除了部分地点。 免背景值偏悬超标，其他重金属、盐重浓度拢无超标。大概有一半是零检出，那其他的呢？除了锰之外，因为那个当地的这个锰，它的这个浓度比较高，本来就比较高之外，其他都是合于标准。 也毋过，也有入几期，在后几日受损供电棒也无清理，也是堆伫路边。环境部监视依废清罚，单罚600万。等于是跟我一般的灾民是一样来看待，就是希望说他赶快清理，我们给他一点点时间。如果他没有清理完成，我们会开罚，就开罚300万嘛。对，我们没有那么多，大概废清罚那是6万嘛，先6万，只有6万。 国民党立委陈小扁烦恼，废弃的供电棒顶边有积水，恐惊会造成天高地的网塘，带来疫情。环境部回应有请业者赶紧处理大案场2个礼拜，小案场1礼拜内完成清理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